從發電到輸送，每一度電都要安全穩定咁送到千家萬戶。你睇唔到我哋，但係你睇到維港嘅燈光。媽媽話電係從好遠好遠嘅地方嚟，好似魔法咁。跨省区输电重点工程藏粤直流工程启动建设，将连接起西藏、藏东南的清洁能源基地和大湾区。投运后，每年可向粤港澳大灣區送電超430億千瓦時。大亞灣核電站係國家首座大型商業核電站，核電站計劃喺1983年推出，1987年動工，兩台發電機組喺94年陸續並網發電，每年發電量超過150億千瓦時。香港又一次衝上雲霄，再創高峰。